汉江40号演习后礼拜就要起稿，国防部发布影片，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。不过，伫咧演习进前，今仔日早时，阁有15架次的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，进入咱北平、中部、西南甲东部的空隙。另外，中国海警的公布船昨是公布驱离澎湖渔船，咱的海巡中华艦是赶紧解号。三军动员上气势，空军战机、陆军战车、海军舰艇接到指令，部分日暝展开行动。国军年度上重大操演，汉江40号演习后礼拜一连5日登场。国防部释出战斗片，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。今年重点无剧本，去中心化。国军家定自动化指挥系统，互强军破坏，考验官兵面临通信断联，安全执行任务。全力就进出港部署。国军采取更较瓦近实战化演练，应应中共军事威胁。国防部20发布证实，中共将16运8架无人机等各型主副战机，20架次出海机动15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国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，配合共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。另外也发现共军2架空72 A 型大型战车登陆人为6月下旬到达，一直伫华东外海徘徊。它可能就是借机来收集国军的一些参数，包括兵力的部署以及电子情报的讯号，包括无线电、雷达、这岸基的雄风飞弹部队，以及这个光流快艇进驻各个渔港，还有在岸上部署进行反制。中共也阁继续伫台海制造无清楚地带冲突。中国海警145控诉公务船10号出现伫海峡中线以西，对澎湖渔船进行公布管理。海巡中华艦真紧赶去解号。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彰化舰，请保持理性，不要干扰其航行。另外有渔民伫澎湖击败水域，高调一架有太阳能风帆的无人艇，亲像是美军的无人艇，用伫战油经营，目前交付海巡。由于有待调查厘清，敢是用伫海洋调查，还是军事用途？记者综合报道。